你们有机会去阿美族的部落，就用这招了啊！应该可以有前面3杯是免费的吧？好了，时间最后要结束了，我也舍不得了，难得我2年才发1张专辑，这张专辑还害我漏点。不过也是一种方式，因为妈妈帮我做了我的项链，这我妈妈做的，是传统的珠珠去做，然后花莲的阿美族是打赤膊的，在祭典里面，身体是给祖灵的。好，最后一首歌我想要教大家讲一句话，这句话应该蛮实用的，虽然情人节已经过了。但是如果每天讲，也是有益身心健康的。这句话叫"我爱你"。当然，应该你们没有听过阿美族的"我爱你"吧？没有，我讲一次给大家听哦。阿美族的"我爱你"叫"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奈"。太长了，它就是这么长，应该也是所有语言中史上最长的"我爱你"。好，练习说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奈。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奈。好，其实马乌拉海，马乌拉海就是喜欢的意思啊。嘎古就是我，嘎古。迪苏阿纳呢是你的最高级。所以其实整个意思合在一起，叫做我只喜欢你这么一个。这样就很清楚了吧？其实阿美族没有"爱"这个单字，很奇妙，我也觉得怎么会呢？然后通常讲这句话的也不是男生，因为我们是母系社会，所以讲这句话的女生其实她去指定她要的男生是谁，就这么简单啊。然后如果有机会，你就练习讲一下，我们试试看啊。来，马乌拉海，马乌拉海，嘎古，嘎古，迪苏阿难，迪苏阿难，马乌拉海，马乌拉海，嘎古，嘎古，迪苏阿难，迪苏阿难。好，连在一起啊，马乌拉海，嘎古，迪苏阿难，马乌拉海，嘎古，迪苏阿难。哇，谢谢你们。开玩笑的啊，用唱的啊，试试看，唱给你听哦。这个后面那个迪苏啊，那就讲快一点，叫迪苏啊那，Bonjour迪苏啊那，很像法文哦，很浪漫，对不对？会唱吗？一起唱好吧，待会一起唱。学会这句很有用。有一天你碰到你不敢告白的对象，你去抓住他，说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，马乌拉海搞不迪苏啊那。然后他会跟你回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完了。这样好用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就让大家继续使用这句话吧。好，带来这首歌《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娜》，我爱你。
谢谢，我是徐主持人。